华视台语新闻杂志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一群少年人一间独立的册店，安尼结合，会伫地方引起什么款的变化呢？苗栗湾海的小社镇湾里，是一个经历过产业凋零、人口外散的农村，所获票选为台湾2019景点小镇。啊，这串联着地方乡亲，带头来改造故乡的，是一团成员伫35岁以下的团队——湾里现海风。因为2013年的反风车运动了后，回到家乡湾里来定居。这几年来，阁来开一间独立的册店，为文化创新、友善农业到教育，一步一步来点到在地无同的花青。回乡的青年翻转家乡，带来小镇新希望的故事，带乡亲做伙来看。平原阁有徛街，这是有苗栗古村称号的湾里镇。唔但有美丽海堡和渔港，阁有丰富的文化历史。2019年观光局举办票选活动，湾里得到全台第1景点小镇。我们的院里的第一家银行也是在这附近哦，在那个九龙广东州。那间是以前的彰化银行。湾里高中的学生户外教学糟蹋老家，导览的老师林秀鹏伫通园出世，真侪年前对台北刷去苗栗，伊反正比真侪湾里人更了解湾里。因为小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都市长大，那对我来讲，其实来到了院里，虽然是看起来是很陌生的地方，其实还是有熟悉的。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其实也是乡下孩子，所以会有一种就是重新要找回自己根的感觉。一边跟着秀鹏老师的脚步往前走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去记录你们想要记录这个天下路老街的角度。另外一位老师老玉玉是伫湾里大汉的湾里人。即间学生利用漫游老街的行程，结合手机的 APP， 画出家己的家乡地图。像安尼乡土文化课程已经伫湾里真久啊。我自己是在地人，我在这边生活了40几年，很多跟我一样的在地人都觉得说啊，这哪有什么好研究的，就是一个小地方而已。对，但是我觉得，秀鹏跟玉玉把一些很好的元素带进来，让大家知道说，我们可以怎么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居住的家乡。即卖湾里的平安宁静是大家打拼来的。当年政府推动再生能源，外国集团要伫湾里设置14座大型风机，在地居民认为安全距离不足，影响生活健康。2012年造成湾里反风车自救会，透过抗争表达不满。当时伫台北做工课，玉玉韩国来读册秀鹏拢是成员。大概1年多的时候，就抗争告一个段落，也在思考说，是不是真的要有个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，不是只是因为短暂的这种社会议题去做反对，而应该是可以扎根回来，重新把自己不了解、不认识的家乡的这种文化记忆，可以再重新拿回来。社会运动应该不只是反对。更多其实要加一个错字部，就是返回自己的家乡，或是乡土。像我就是返回乡土。湾里拄着人口老化和外流难题，10年人口减要4000人。为着把故乡土地温度和文化留条，2014年返乡青年成立湾里现海风，串联在地资源，创造家乡新价值。有些东西。这间巷仔内底册店是2018年湾里出现第1间独立册店——湾里现册店。这是玉玉和秀鹏，还有其他现海风核心成员，真侪年来累积的辛苦结晶。以前我们还没有开书店之前，我们就叫院里先海风。可是那时候很像学生社团做一些田野调查，然后我们就变成是累积成一个刊物。可是出了第1期、第2期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思考，那我们可以
怎么样稳定的在这个地方扎根。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就开了这一间院里第一家的独立书店，叫做很册店。在外边外头区，无定定看到相关类的册，颠倒是较罕见的文学、历史、社会议题等等。现海丰阁不是会举办亲子共读、艺文讲座等等的活动，将外口的世界带入去原里。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，进来书店像是一个美丽的邂逅一样。我们会希望是带给大家一种不一样的眼光，对，那就是可能是我们有机会看到的世界，我们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。啊，前面有2只嘛，哈，压下去。用心来教编辑的功夫，65岁罗阿秀编树草的经验超过半个世纪，亲身看过树草产业的兴旺和稀微。一个户户拢有布，加减布，吼拍，就拢伫山坪拍嘛，会使讲有路拍甲无路啦。迄阵啊做草笑会使，若做一领草笑会使食咧2斗米呢。因为社会形态的变迁，真侪女工进入了工厂，因此从事着这项手工艺的少年妇女渐渐变少。原里各项叫做树草的故乡，编树草的工艺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。上清的时阵，卖去国外的草帽啊有1600多万，占台湾外销出口的第3名，是地方奇迹。不过因为产业的稀微，编树草阁真困难。原里阁会晓编树草的，敢若30外个。遮久啊，阁有人去阮遐要讨我甲教了，已经传授2个学生了嘞。哇，就欢喜哦。系啊，我讲哎呀，阁有成就感呢。蔺草编织它其实是院里人很重要的一个宝藏嘛，但是他们通常会觉得这个太习以为常了。我们觉得要推广蔺草编织，除了是因为它是一个在地的文化之外，很重要也有是因为它其实是对环境是友善的，它其实不需要下农药化肥，它也可以长得很好，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它又可以取代很多的塑胶制品。这家书店不止卖书、卖咖啡，也卖农产品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稻米、菜脯，还有蜂蜜等等，全部都是和在地小农合作的成果。友善农作物伫册店看会到嘛，食会到。招牌蚵仔鸡2个，或者是碰饼的芳，拢有无同款的故事。你有没有看到白白的一点？有，这个就是病害。那很多比较想要求好心切的蜂农，他就会添加抗生素。我能够做的处理的方式就是让它自然好。如果真的严重，我们只好放弃这一项。坚持环境友善，39岁柯成武，2005年就转去原里做事，是早期返乡的先辈。现海丰真侪年拍拼，互伊看到故乡真正无共啊。那在他们的注入之后，你会发现，不只是地方的一些温室工作老师，一些社区，他们好像慢慢有在注意到文化温室这个区块，甚至在注意到地方创生，包括农村的一些农村创生。那在整个对院里，我觉得是增加了非常多的活力。我问你，咱若去菜市啊买，要安怎拣？才光拣着好食。你去菜市啊买，爱买要安怎看？肉介白。肉较白，啊伊也无下开咧，伊也是规张好好的。规张好，看伊头啊。林青青，我送你一蕊花，蚵仔花。活动中那真侪年的好朋友，蚵仔龙林青金和玉玉秀鹏，早就伫2013年反风车运动就是重要的战友，即马更加是互相信任的同伴。这只可能内面都有虫啊。哦，这啊，这只。嘿啊。因为无头药啊，伊就会加吼。友善种作的蚵仔伫网络顶卖，部分的利润变做现海丰办读册会经费，找学业成绩真好的大学生回乡担任教育志工，协助在地高中生准备国考学测考试，变做小镇另外一波更好的行动。因就是卖我的蚵仔，我赚60，互因赚40。互因那40块去帮助遐学生啊，帮助遐学生啊补习。讲到说，阮迄个教育部长啊，教育啊，无啦，教育是我种蚵仔的局长啦，嘿啊。
因为我们是透过贩售林清金的这个友善种植的芋头的盈利所得，去成立这个教育的基金。那去年是有一点像教育部1.0，那今年呢是2.0，我们开始扩及比较多不同院里的农产品盈利所得，我们也再次的帮助学校跟学生去做教育，同时也想要成立一个奖学金。白板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是可以，白板是不是可以做轨道式的？有经费嘛有够色，这间咖啡店是当地真有名的所在。头家娘无收钱，提供2楼的空间，让学生上课。有人出钱，有人出力，做伙予原里的囡仔美好的成长环境。渗透，我们是被渗透了，然后其实很多人都被渗透了，对。那怎么看他们这群年轻人做的事？笨吧，很笨，没有收入啊，对不对？那没有收入的工作能够支持多久？那是一个热情，你会就甘心的，就是讲这些事情真的其实是应该大家一起来做的，不是由他们是发起，他们去发想，他们有很多的资源能够带进来给我们，但是最主要是应该要大家一起动起来。我觉得这个是一起该做的事情。院里真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青年人进来，然后从玉玉跟秀鹏进来一系列的活动来做，其实帮院里的文化整个就是慢慢的去翻，然后慢慢的去更新，然后让院里整个这个小镇慢慢整个是活络起来。玉玉跟秀鹏真是上天给我们很棒的礼物。其实要很感谢在地的这些老人家跟农夫，还有不同岗位的人，他们愿意打开双手，然后迎接年轻人回来做不同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这一路的过程，其实是一种共创在地院里共好的一种生活圈，透过我们的力量串联，然后让每个人都好。一定返乡青年异乡游子，搁有在地老农边出菜妇女。因为社会运动来结缘，为着要予故乡一个美好的未来，原里现海乡的少年人把家己当作是种子，相信这个梦想当中的想象，上尾会伫故乡富裕。